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，还是我没脸不要脸，动不动就权利自由。我是老板，你是打工的，你的权利是我给的，明白吗？我这个月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，而且我额外做了很多，每天也都是准时上班，经常加班。人少活多，我们天天加班。这个月的绩效是 C。不是你跟我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吗？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是违法的，我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你的。你这个月绩效是 C， 我可以直接开除。你看你自己这副样子，啊？长相 C， 身材最多 C 了吧？是不是？咱们这个圈子吧，说大不大。你想想，人家在问我说你那个前员工张雪婷怎么样？你要是真给我闹掰，将来谁还敢要你？你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环境，什么也没损失。你们冷静点啊！我叫你王八蛋！你有良心吗你？你不要再忽悠我们行吗？放手，把我打倒了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你们工作也丢了，是不是？都是成年人，要有一个辨别是非的能力。还6、7千的房贷，没了工作你怎么还？所以说所有的事情别冲动，行吗？